天的八卦，在你马蹄马卦有得几多啊？这卦你马蹄马那卦呢？咱们的一直比马卦是说，阿里漂亮马卦比阿里阿得有花七多啊？咱们的一直比马虎说的做嘛，阿里马不啊？白天呢，三木一阿不，三木一呢提三木一头，一头提这卦比我这卦是龙年的，三木一咱们的做嘛？很老啊，阿普嘛的也有个，阿德嘛的也也比呀，没当啊就，没能咋把三木一阿米什米地帕一来调啊，就速度来说一咋嘛，三木一咋嘛呢？有个比也比呀，没当啊就，听你妈妈一老太一怕呢，阿芝麻瓜只说瓜说，俺们不多一咋的俺们，我贵修的瓜是说一咋啊就。我走天天修马的弄瓜，天天修马的弄瓜，为什么？贵修的瓜是说，是否下爬大爬，天天有啥用？而在三木一咱女的你妈妈，有个比也比人家，我啥举妹子嘛手，嘛阿姨，可头咋嘛？不就是嘛的人师傅可的阿咪，不就是嘛花里子，做下做比里嘛的人你嘛你自个。嘛我一个我有就，嘛错一个错有就，天里白事的师傅对嘛，下的人对对嘛下就，铺的老年生人，铺个拉什么的人活的是，铺嘛个拉什么的人，这里是，只搞白嘛都吃球头，吃过吃过老年的，可头铺咱嘛瓜比，家国你的面兜里上啊就，铺嘛有啊他一我啊咪嘛我嘛。些皮肤王噻，我当年家国你别了个，粗杂马卡吃，无沙林马卡吃，三木一杂你是嘛推的漂亮哇？可能俺们不多一桂花十里嘛就180克的干那年，桂嘛你不收那个，弄这个芝麻过年三木一嘛10台的10了多1台的，我的天有地了哇！我都在胡说我的个嘞，弄这天你妈妈那我都在。富啊的配着古早谁嘛他话师傅个对对嘛少了，对你干嘛不懂我弄呀？阿姆呀我的体温暖啊，没多了嘛对嘛5年啊，啊15年了，马怕大嘛一早对那你忙啊，但是啊副家给我，对家呗，对家，可是说过胡说地派一来，俺也三木一也啊芝麻个胡说俺嘛不懂，一在一女的一直妈妈我是求你当啊，一在一女妈妈漂亮。可能你别的个啊，他们乌沙马卡吃，粗杂马卡吃，贵光嘛4里嘛就啊这里，河里头，村里头漂亮，地帕一来咱们妈妈那，第三木一头你头吃你吃啥吃过老年的，哈弗尼比菲尼亚，地帕一来咱你是用啊，哈弗尼亚比地帕一来咱。花嘎多啥国家嘛呢？啊，你提起嘛，人家头搞着呢，啊，这里嘛做得了，说呢，没那个头一个啊，太努啊，做家长嘛，俺嘛那一直出咋不是？我花嘛是那个是家人，地帕咱大嘛天面是，咱嘛大嘛天面是，自家国过里一道上呢，天天付嘛地帕个，天天付嘛呢，秋地那么个别嘛，啊，是的嘛说掉，我弄人20个嘛个，俺弄嘛是，搞是咋个嘛的生活别嘛。地派一来在哈弗尼亚比菲尼亚，推了的马嘎斯给我，推了给两嘛咱们你那个，53年以后走的白木可那么价格给我就，推了价格干嘛不多？地派一来13年菲利斯拉做了水口，第三木一头里头吃是这边你吃这块吃，熬啊，25年了，咋个咋来到这里呢？菲利斯拉做的得了哇，阿里心里嘛觉得啊，对了嘛啊，有可是这个嘛鼻子出来，没人家可是这个鼻子嘛呢，地派一来咱们不那给我，不给你菲利斯拉做的洗头发，可是这个菲利斯拉做来拍过，后代就走嘛就走多了个，狮子嘛吃狮哇，母子嘛吃母的哇，地派一来，一咋你是10天你嘛有我听嘛理由是啊，188阿米。啊，可母的话不多听嘞，20多周了啊，是不是？甚至去地上个地里那感觉到，弄怎么个是话，可是这个嘛个带话别的，
啊，别说等我破包了人呢，一个字嘛破，可是有怪跑事。一起妈妈的个云南闹就个，咱那的嘛云南都要是呢，云南那边，哎，咋提有阿不阿的开始话，你妈打下你妈打哟，那个阿里边那边嘛快，一起嘛过是话，我听你们理由是不有用，20分钟好了，为啥一句一个是，一句一里的嘛，全嘛不懂，这年都啊，可能是你阿这没理过，有圣诞啊，大雨天嘛一早妈妈话。大卫的妈15年妈妈碗里有这个嘛的，一定要收入的个些嘛不多，一个光明手里点嘛个，一是嘛面子里爱嘛是，一早的妈妈20，一早的妈妈闹事，做就漂亮哇，啊那一最5年命啊不要我比大家都叫大卫呢，你什么一头吃球头你吃你只管路年的，啊不啥路的嘛不搞了，我那你一把带我拉把我带啊他带着你。个谁那么的就一得看见，一把开了开过嘛的，开见嘛没，就啥的怪一把对的，一嘛有嘛自由年是不就，我嘛的一早啊不啥的嘛的嘛是嘛先嘛最看见，我丢把，那嘛把大嘛我啥把天什么一早你嘛10里嘛那，太漂亮，我的个台，没得了话嘛个有趣嘛，可是嘛不懂。你要配置嘛？个有钱嘛？你子女都叫在个，你要多吃人个比600多吃的，啊木嘛都加油啊！我在个脚不买嘛搞了哇，一把买嘛搞了的，买着提有嘛别嘛弄盘你别呢，一早嘛的他谁个别嘛别，20他谁？他嘛5年有做，咋查嘛我拉家都嘛我等那的干活那大嘛弄嘛是个，但是俺的房里边说脚不你他别呢，把我嘛的给收回去吧，脚阿不啥的我是。天年我那阿爸的嘛，都接边阿不啥律师知那么个嘞，阿不啥律出就个里，阿爸还是嘛打地点一打嘛鸡嘛，没接边阿不啥律那配置那我去那嘛都吃嘛，要不那个嘛搞事，我那个面阿大为啥阿不啥律的嘛，嘛搞啥的，我地啥的，日给嘛不多，这里挺多啊，是怎么吃是么怎么吃，没的话比怎么当啊？大为啥阿没提年是啊？没弄，慢慢提就不啊。头嘛年，配置光用下嘛年，你啥么一头，自行头各自光阿罗。头光大为啥没弄头嘛那呢？第三么一次啥头吃里只光白的烟，他妈妈的很难用。大为啥头面装阿面，大为阿面那提马装就，他妈没提马装就，咱们咋提就装就。他妈对嘛的爷爷，没弄嘛那很难用，也一定要用，听女说定要用。我一个家啊，只听不去说呢，啊不啥女人嘛呢，啊不啥女人嘛啊，我在没弄嘛那呢，当然意思嘛在的有嘛，一场啊，我一个没有听女人我，听女人的啊，历史的嘛的注意嘛，历史的俺你妈妈俺意思嘛漂亮那嘛，历史注意都到明白的嘛，啊可说的，我的一说多了嘛也听了。那个感觉的话，那年噻，是了，那我就没感觉。当然呢，大卫的马个，侬怎么可能啊？没得，20啊，没得呢。阿婆，俺你妈他妈妈俺爹过拉是呢，爸爸个咋拉子特别就，的爸爸嘛个在那边走，你没的话，你没的是呢嘛，当嘛啥？不来拍个3年没啥不，他差一步，别个呢。咱你嘛没用，这比有头发，体力够了嘛？你那个没弄呢，1年嘛得钱了嘛不多。刚那个话，你可罗他，不啥路呢？也嘛呢？俺们那年有没有车来别说，有没有这个呢？有没有嘛那弄做？我嘛那个来打嘛有啥办法？我嘛车不吃，只是呢，我打把天下国家扶助是啊。俺们那有没有车啊？不，那个来把线来，不就不那年嘛没不有打别人，嘛不来不别个，弄嘛拉别个呢？没弄拉子不有？你怎么拉子不远呢？要过一点时间你懂人的嘛？你妈妈的这里有个嘛不多，他妈30倍，我你妈的上不下建议什么？下过你别是呢，200啥的呢？特要个搞死有就。大卫问了，这说多了嘛？他才让我的说话。你妈妈的就是比嘛有结表，
我们那个你苦他实质那么个嘞，初就嘛可能，大约在你身上面慢慢那么拿错的票了的，麻木麻嘞，把你嘛学到的十个了比，是我当啊，一里一句嘛就地盘一来让阿米，无啥头瓜无啥自家自命的嘛什么不懂，阿里做嘛过来人，阿里做嘛过来人。是啥子苦吃的嘛？老大十个的哇，体力高级不？我们嘛不都被你什么呢？有在有呢，无啥剧，光一直比慢慢在我别呢，体有嘛现在有在是啦我，有嘛没也他的有在有呢，别的个啦，体力个啦不，体力嘛不是女关键，只体力漂亮些我，说办嘛到三条手子嘛。咱们这天去嘛，面昨天嘛我快不白的嘛，这些都挂路忙啊，路一个咱们我，有你十个咱们我，喊那个咱们我，我个从巴扎的怎么呢？打的嘛是带的车我里对当啊，打一个嘛我三一个嘛我，一来一个嘛我，我丢把马卡去，要么有丢把妈打，你那个家妈打，我丢把漂亮我在站着嘛，我的看了不呀？我讲不多听话的话都讲的，听的都讲都讲啊。有我上面有说的做嘛？有那俺边那个口子是的，我的边那个呢？有在有你们的自妈妈的呢，还把有在有你们有米多啊，只要干，我个舒服了我。大部把年米多久了呢？地派一来把年打了呢，一在你们呢几了呢？偏富了，我上面多了接了个，有的来句老嘛，有的路上的路不来句老嘛的，马上嘛话。俺那个马我是比如像俺那个你啊，去马我嘛看，我那俺不到来时我口家湖那大不用米所以做嘛那呢，有在有你们的马关系我的，我嘛还我上那个山的完全要吃那个，不个弄那个，咱们提面是有嘛那个你米的光嘛比哪里个那个给我，别了的，有10%个多嘛就嘛，不要米嘛个弄在啥有吃的个我吃这个。他米嘛，你嘛哪里个计划？特别了的，里也呗。我说我跟你听的意思，过年30的马就是，结果嘛比那不别那大了。我嘛的，我听你们讲，我里大他就去去马那大多，妈妈我也不来，别嘛，家古多过多了的弄，我上面讲过啥意嘛罢了，听那个拉空啊，后来我不懂，你们一大嘛妈咪一起忙别人去。我啥那个那么早你咋不带人蛤蟆个胡辣子，弄红嘛哥个胡果是带过，看那里边所以是我在手了我，我那天嘛也是咋你咋带里做嘛过来付个大，大鱼俺们里做嘛过来付个大，一点面嘛大嘛收入那个些嘛不多，这边面一块面大嘛往在，大鱼提走完了，赶吃下嘛过完嘛，俺们还大鱼在摸回来跟那你开讲。一个就他我皮多了是了啥是了，提头嘛你搞了我，姑嘛你搞了我，提过要么提过就治了我，你嘛那大人你怪在你就是妈妈闹事，妈你嘛没事，就多下多的漂亮下不，媳妇人了，屋里要咱们的钱嘛不懂啊，一在人咋不？有黑丝嘛就黑丝把脚的，说黑丝嘛说黑丝把的嘛钱那嘛可有劲啊，大人黑丝嘛你碰到个呢，说黑丝嘛的。切干也是啊，他我上要老来的，最我特别嘛，最手边嘛呢，提把的手多了哇，人家提嘛多了，人家的嘛，嘎吃多，现你嘛就下点下嘛的，现你漂亮，我那个不多，明年光谁在天家是光俺们，我上咱那不那一个就抓，一句就抓，谁头生呢？我上面接，抽上面接光俺们，日，罗比比啊，抽就我的他妈有谁头来，有咋有那不带俺们。俺们有的马是呢，家嘛那块头的三个来混他嘛，这个俺们这个咱的马说，妈妈不提有的提俺们，俺们我啥的弄的来就个那嘛面比可大嘛我，咱的提嘛的提嘛可分啊，可分啊不是弄完的分嘛个分就个，说我的他，我那可我啥可干情啊，刚才提说马怕大嘛妈妈大嘛的漂亮我的漂亮等于努力一大嘛一手嘛，这个对了我你啊，可你个是的啊，我啥的来就是呢有是要么咱那不得你嘛是马家来喝，提里多家店啊，多家住的嘛呢，里巴的嘛呢，你嘛富巴的嘛路不是呢，好嘞，提过的嘛说我那这边你提嘎嘎哈咋的，
老把汽车留在过年之外，我哩把就嘛米的啥乌拉他里漂亮么设备度假，听懂人？我哩俺米对我家嘛那个头呢，啊就是家嘛那个头呢摩托他有那个头嘛对是呢，刚才吃药嘛咱就咋不乌拉手了他俺米，乌啥的就飞过手漂了，你们有种呢一拍起手咱就咋不点木口起手。咱你咋不打的有咱你莫过大年子嘛？现在我你没空嘛吃那不是？俺领俺们吃那个，家嘛那个大台，家嘛也不成了，我嘛那个大台呢，我嘛漂了，家嘛漂了，你我嘛漂了，天天刚好不懂，你们咋就你就说不俺们啊？客观其实呢，我说那个有这个那么来晓得嘛？在下铺里下大来，别是呢，三个家的话嘛，妈咪这个吃啊哇。